本期我们剖析今年豪宅与中小型单位的世道走势，以及香港住宅作为资产配置的独特优势。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多变，但香港楼市却展现出强劲韧性，尤其豪宅市场屡创新高。会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先生更给出一个相当独特的判断：香港楼市已經進入新一輪上升週期，這背後到底是什麼邏輯？整體樓市到底能漲多少？香港為何能成為資金流向的避風港？因為你見到呢兩年啦，呢幾年啦，香港其實好清晰嘅個定位就係金融啊。咁你由舊年開始好明顯見到啦，其實我哋差唔多舊年都接近有成100幾間新嘅上市公司嚇嚟香港上市嚇，咁亦都會令到即係香港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金融嘅基地啦嚇。咁亦都見到我哋股市其實好暢旺嚇，差唔多我哋平均每一日即係股票嘅成交額都講緊2000到3000億嚇。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嚇，因為始終內地個金融市場唔係開放嚇，咁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好大嘅輔助嚇，俾國家嚇，作為一個金融嘅中心。其實始終嚇呢個世界最緊要即係有資金。如果有資金咩嘅受惠係咩咧？一定係豪宅，因為會係喺個資金情況之下咧，會締造咗一啲所謂高財富啊、高財富增長力嘅人咯嚇，咁所以無可避免嘅。其實如果佢賺到錢啊，或者嗰個財富增值嘅話，自然啊，佢希望去提升佢嗰個生活嘅質素嚇，咁所以呢個一定係會咧對嗰個豪宅市場咧有好大幫助嚇，同埋你會見到金融市場旺啦，其實都吸納咗好多海外嘅人士嚟香港啊嘛嚇。咁呢批人嘅，咁我相信佢哋住嘅地方啊，都係需要一啲比較大啲嘅面積嚇，咁所以我自己較為睇好嗰個豪宅啦，同埋豪宅過往都係咧，始終個供應比較少嚇，咁如果需求增加，供應都係有限嘅話咧，自然咧佢嗰個升幅係會跑贏個大市嘅嚇。資金避險稀缺，如果說豪宅是樓市裡的奢侈品，中小型單位就是必需品，但必需品不一定漲得快。在資金分流、新盤積壓的情況下，今年的整體樓市究竟走勢如何？即係香港其實就而家就已經係踏入一個所謂樓市嘅上升週期啦嚇，咁下跌嘅週期咧過咗㗎啦嚇，咁其實由舊年開始好明顯見到啦，我哋嘅樓市回穩嚇，咁而家就係話踏入一個上升嘅週期，就睇緊佢嗰個上升嘅幅度係點樣咯嚇。咁就我相信而家都係一個起步階段，咁所以我睇就係話整體嘅樓市咧，今年大概即係如果一般嘅物業咧，或者啲中下價樓啦，咁我相信個升幅大概係講緊8至10%度嚇。咁但係你話豪宅嘅類別咧，我相信有條件係可以升多過1成嚇，因為睇翻就今年其實嗰個經濟狀況都係理想嚇。咁仍然我哋嗰個金融市場都係穩定咯嚇。咁唯一嘅我相信就係話，始終即係都唔多唔少啦，都要睇埋外圍個因素啦嚇。咁呢啲都有機會係影響到我哋嗰個樓市嘅表現嚇。從豪宅到中小型單位，我們談的都是樓市內部的結構，而現在要加入一個關鍵的外部變量——全球避險情緒、戰爭、油價、股市波動，這些看似遙遠的因素，正在通過一條清晰的路徑傳導到香港的住宅市場。就我相信一定係揾一啲避險嘅即係資金嘅出路啦嚇。咁都好明顯見到啦，即係近期都有少少嘅資金咧就流咗嚟香港嘅嚇。咁亦都有部分我哋見到有啲買家咧，其實都會選擇購置物業嚇，作為一個避險嘅產品啦嚇。始終香港嘅物業嘅個回報係穩定啦，同埋個樓價嘅波動性咧冇咁大嚇。咁亦都見到就一啲內地嘅買家啦，其實佢哋或者將一啲海外嘅資金咧調翻嚟咯嚇。咁就我相信呢個都會對我哋樓市嚟講咧，絕對係一個受惠者啦嚇。咁亦都會見到呢個趨勢就慢慢會增加咯。咁但係你就算睇翻近期啦，即係嗰個
美伊嘅戰事嚇，雖然就影響個油價或者令到個股市波動咯嚇，咁但係相對咧，你會見到個樓市好穩定嚇。我哋就算近期幾個星期啦，我哋一手物業嘅銷情都理想嚇，咁都係反映翻咧。其實當嗰個外圍市場波動咧，其實有啲資金都係流向一啲避險嘅產品咯嚇。物業我相信都係一個唔錯嘅避險產品咯，都係一個穩定嘅回報嚇。個樓價嘅波幅冇咁大嚇。好多時候啦，我相信即係中國人都係會希望一個穩定啲嘅投資啦，希望瞓覺嗰陣時都安心噶嘛，係嘛？唔會話如果你投資咗喺金融市場，如果尤其是係槓桿嘅話咧，我相信近期嘅你都會係有啲嗰啲叫咩比較擔心咯，係嘛？咁嗰個波動性你係估計唔到咯嚇。但係樓市嘅咁，我相信我哋只要有一個住屋嘅需要，自然嚇對個樓價或者對個物業咧就會有個支持性喺度。香港金融中心的底子打得好，資金要避險，自然會選擇磚頭。豪宅繼續是大戶的首選，而整體樓市已經踏入上升週期的開端。有人說現在買樓等於摸頂，但黃光耀先生看到的是資金泛濫之下的財富效應。從金融中心到實體房產，他認為這條路還沒走完，唯一要留意的就是外部那些意想不到的變數。